當然啦，而家政府都唔想做太多功夫，原因係咩咧？原因就係就快減息啊！佢驚減息咗之後，投資如果過熱嘅咧，啲人就會埋怨政府係咪做得多得滯？呢一屆政府分明係有顧商界嘅利益嘅，不過喺姿態上咧，就唔可以將為商界構思太多，等人哋覺得你係唔注重民生，只係注重利益。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歡迎施生先。誒，你好。啱啱一齊咧，大家都應該聽咗咧，特首李家超咧就用咗3個幾鐘頭咧，就好詳細咁樣講咗今年度嘅施政報告嘅一啲內容啦。咁所以都即刻問一問啦，施生嘅反應嘅。嗯。先睇咗樓市方面嘅政策先啦。其實咧，施政報告出嚟之前咧，就傳過好多唔同類型嘅政策，包括咧寬免細價樓嘅印花稅啦，購房嘅資金通啦，就幫助內地嘅資金嚟香港買樓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似乎呢啲嘅樓市政策嘅加甜政策咧，都係成為成空喎。都問問施生咧，其實即係呢份報告嗰度咧，對於樓市嘅政策幫助係咪唔係好大咧？其實咧就社會咧就可能側重睇一啲個別嘅政策啦。其實政府喺實際工作上咧，對樓市係做咗好多嘢嘅，不過冇喺施政報告嗰度講啫嘛。我相信政府點解唔講咁多咧？第一樣咧，政治上咧。政府係唔想俾人嘅印象係掛住去救市啊，益發展商益咗外來嘅即係人啊，佢係要政治正確啊嘛，即係佢係集中力量改善民生但佢有冇為發展商或者為地產嘅市道做一啲嘢咧？其實佢做咗好多，只不過冇講啫嘛。嗱，譬如佢喺呢段時間係取消咗大嶼山嗰個填海計劃噶嘛，嗰度係好多土地供應，之前亦都好多人擔心會唔會供應過度啊。一個咁大嘅改變咧，佢係之前講咗就算啦，喺個施政報告嗰度咧就冇點樣提及。咁呢個咧就係都係為針對住香港房地產市場而家有供應過多發展商財政困難，所以佢唔想喺呢個時候增加太多土地嘅供應咯。另外，譬如佢之前俾好多買咗地嘅發展商都有好多優惠㗎，即係佢原本啲地批出嚟嘅時候要起商業樓宇㗎，而家佢哋俾佢申請改用途轉做住宅樓宇即係直接同發展商直接同政府批咗地嘅發展商申請改用途，佢開綠燈之外，二手市場轉讓嘅土地原本係商業用途，而家想改增加酒店住宅用途政府都有拆牆鬆綁呢個對房地產都係有利嘅。咁同埋政府知道發展商財政緊張，佢係減少推地嘛咁所以呢個都係房地產即係扶持房地產政策嘅。另外政府知道商業樓宇壓力比較大，佢係考慮咧就啲商業樓宇咧即係如果轉做學生宿舍嗰啲以前可能有好多限制要轉咗酒店先然後先可以做學生宿舍而家直接可以將起好嘅商業樓宇轉學生宿舍，亦都會咧對嗰啲新批嘅土地，本來批做商業樓宇嘅，而家都可以直接轉學生宿舍而且喺地積比率嗰度唔需要因為由商業轉住宅就減少嗰個地積比率嘅，所以其實政府係
因應房地產市場不景氣，對即係發展商造成嘅壓力或者對銀行造成嘅壓力其實都係做好多功夫去配合，去減少嗰個負面影響啊。所以有啲人就淨係睇到施政報告講嘅內容，就忽略咗政府有做但係冇講嘅內容咯。實際上政府係對房地產市場係好重視，亦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另外，其實都見到啦，就喺施政報告嗰度咧，都宣布咗放寬投資移民計劃嘅住宅類別成交價嘅門檻。咁就住宅成交價咧，由5000萬就下調去到3000萬啦。但都想問問施生，其實佢呢個政策咧，主要係想吸引翻一個投資移民而去做啊，定係話佢有心去即係提振翻個一手豪宅市場咧？點解又要揀呢一個市場去做咧？其實而家佢喺表面上咧，佢都對房地產唔出重招嘅，佢都要擺一個姿勢咧，係佢關注民生多過關注地產商嘅嚇。咁之前亦都有一啲人話哇，政府無論教育政策又好，房屋政策又好，都應該以本地人嘅需要為依歸，就唔好成日淨係益外來人。咁所以佢喺推出嘅政策嘅時候都要政治正確就唔會明目張膽淨係去益地產商咁佢做呢啲嘢，佢都係睇成係希望吸引資金、吸引外來人口嘅啫。但係喺你頭先講嘅投資移民方面咧，佢係有放寬，但係放寬不足。原本咧就要買5000萬嘅樓先至可以作為即係投資，而且唔係買5000萬當5000萬嘅買5000萬當1000萬嘅啫。咁人哋覺得唔抵啦，而家好似俾佢商業樓宇可以當1500萬但係我認為吸引力都唔係好足夠嘅，因為而家啲人嚟香港想移民咧，透過高才嗰啲就個門檻仲低啲透過投資咧就反而我覺得門檻係偏高嘅，吸引力係不足嘅。雖然放寬咗，我相信嗰個效果都唔會好明顯咯。咁我投資幾多，你咪計幾多咯。我人嚟香港移民，咁樓都唔俾我買一層所以我覺得呢啲係不恰當嘅限制咯。明白。即係可能即係好多國家咧，就你嚟投資移民你都會鼓勵你買本地嘅物業嘅。咁而家你又人叫人嚟住但係樓唔鼓勵人哋買。你話市好瘋狂嘅時候，你就唔想投資者買太多本地物業啫。而家辣椒都取消咗啦。其實政府已經係等於歡迎外來投資者買香港嘅物業因為香港咧之前市場之所以有一定嘅壓力表現得唔係咁好主要係資產價格下跌造成嘅。即係香港純粹失業率咧就唔算高嘅，工資咧亦都有所增長嘅。咁點解喺咁嘅情況下又消費乏力零售業不景主要原因咧財富蒸發資產價格下跌所產生嘅即係財富效應咧，令到香港人覺得哇唔見咗好多錢喎，樓跌咗30%，股又跌咗一半，咁消費就自然減少咗啦。政府覺得呢樣事係緊要嘅，如果能夠係令到嗰個資產價格，譬如減息之後陸續升翻咧，香港嗰個資產負債表方面所造成嘅壓力咧就可以減輕咯。
當然啦，而家政府都唔想做太多功夫，原因係咩咧？原因就快減息啊！佢驚減息咗之後，投資如果過熱嘅咧，啲人就會埋怨政府係咪做得多得滯？咁而家佢唔做咁多，就有咩事咪話美國減息所造成嘅咯？如果唔係就話政府嘅政策落得糖太多所造成，佢就唔想咁做咯。明白。咁另外咧，都見到即係除咗講我哋樓市政策之外咧，其實佢咧比較偏重着墨咧，就講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啦。咁樣就設計咗唔同嘅融資方向啦。咁會唔會係即係都想吸引發展商咧，即係加快入局啦，或者係投資呢個北都嘅發展咧？政策上多啲靈活性啊，多啲拆牆鬆綁，俾人哋容易轉身咧，咁人哋就願意投多啲。如果好死板嘅即係改用途又唔俾，改設計又好難，咁人哋就未必夠膽投咯。最好就係俾人哋分階段可以。第一期先行得好嘅就第二期即係唔好一次過限制人哋必須喺某一段時間起好幾多幾多。咁而家因為你始終係一個新發展嘅地區，加上之前發展商即係投錯蝕本嘅盤都好多，手上仲有啲貨尾未清得晒，所以喺呢種情況下咧，發展商其實係唔算好夠膽作太大嘅投資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政府喺發展北部都會嘅時候，要公營嘅部分行快啲，行多啲基建嘅部分做好啲。咁以前政府成日想將基建嘅責任放啲落去發展商度啊嘛，賣地嗰陣時要你包呢樣包嗰樣。咁而家地都難賣嘅時候，你要佢孭呢樣孭嗰樣，就嚇到啲發展商唔夠膽落踏嘅啫。咁我覺得而家就應該寬鬆啲咯，即係有一啲責任，政府要帶頭去做咗先，因為呢啲新發展區啊嘛。咁政府做好基建啦，咁啲人就願意入嚟多啲咯。或者政府主催嘅產業教育醫療嗰啲政府自己都投多啲，咁係有個基礎啦，咁私營發展商咪夠膽落嚟玩咯。咁如果即係施生覺得啦，即係政策上邊咧，將呢個北部都會區作為香港發展嘅未來大方向啦，係咪都適合現今即係香港嗰個環境咧？現今咧就而家叫做略為有所改善譬如今年股票啊升咗30幾個%噶啦，咁算升得多嘅。咁啲人就覺得自己有錢咗噶啦，咁佢就願意投會多啲。如果好似前2年咁起好嘅又賣唔出買咗落嚟啲地又唔知好唔好開工。如果咁嘅狀況，發展商梗係唔想再去投太多嘅新嘅投資啦。明白。咁最後咧，想問問施生咧，關於即係放寬咧非本地學生嗰個比例上限去到50%啦。咁都見到香港嘅政府其實都有心去發展多少少教育產業嘅工作噶嘛。咁施生都有投資開學生宿舍啦。咁呢方面應該都相當之有研究。咁都想問問咧，即係例如將呢一個非本地學生嗰個放寬之後咧，會唔會即係推高咗香港嘅一啲租金嘅問題咧？另外就係咧，佢即係學生宿舍嘅計劃，又會唔會幫到手咧，令到個租金上升得唔好咁快咧？我自己覺得咧，就香港係一個發展教育產業嘅好嘅地方應該吸引到中國內地東南亞不同嘅地方嘅人嚟香港讀書嘅。咁你話對學生宿舍有冇幫助？你增加咗學生嘅需求，梗係增加啦。但係而家政府係放鬆咗好多嘛，放鬆咗好多咧，將來嘅供應會增加嘅。供應會增加咧，就其實對未投嘅人咧係有着數
對投咗嗰啲人咧，其實未必係實着數，因為多咗競爭啊嘛。係啊，咁而家佢好多商業嘅用地都可以轉，唔係改做學生宿舍啊，你起出嚟即刻起嚟做學生宿舍都得啊。所以嚟緊嘅供應係會增加嘅。增加咗之後，嗰個租金就會下降。放寬嘅政策未曾完全即刻到位，所以而家都係需求多，供應少，租金咧係有上升嘅壓力嘅，就唔暫時我相信要租金回落咧都冇咁快嘅，即係陸續有好多學校都開咗啲新嘅課程，啲學生嚟到香港都要揾地方住嘅。而家佢哋除咗正式嘅學生宿舍之外，亦都會有幾個學生夾埋租一個細單位自己夾份去租樓咯，所以會拉起嗰個租金上升啊！純粹係開放教育產業咧，係對住宅租金咧係造成上升嘅壓力而就要等佢啲即係放寬嘅政策起作用之後咧，租金先至可能會平復落嚟咯。明白。咁整體睇晒成份嘅施政報告啦，除咗我哋啱啱一開始講話佢對北部都會嗰個發展啦，再加上可能人工智能呢啲產業有講之外咧，我覺得比較多咧，可能都係以改善民生為佢嘅目標啦。咁施生對於呢一份嘅施政報告，如果站喺一個叫做營商嘅角度嚟睇咧，分數上係咪唔係太高咧？政府咧而家其實都好照顧到商界嘅實際嘅，佢唔會唔理商界嘅處境嘅。不過咧喺政治上咧，佢就要擺姿態嘅嚇，即係你既要俾市民睇到政府係關注民生舒緩老百姓嘅困難，另一方面咧，佢亦都要經濟可以有動力嚇，咁你有經濟動力，啲人先真正有嘢做噶嘛嚇，咁經濟先好香港先有前途噶嘛，所以商界嘅利益佢顧唔顧咧？呢一屆政府分明係有顧商界嘅利益嘅，不過喺姿態上咧就唔可以將為商界構思太多，等人哋覺得你係唔注重民生，只係注重利益，咁所以佢係要作個平衡咯。明白。咁唔該晒施生啦，幫我哋即時咧都反映咗咧今次嘅施政報告嘅一啲重要嘅決策啦。咁多謝晒施生接受我哋訪問，係亦多謝各位觀眾，多謝晒，拜拜。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